喺意外發生之後，警方封鎖咗涉事嘅工地地下層位置。一個49歲姓譚嘅男工人，星期六朝頭早喺西貢在建中嘅窩美污水處理設施入邊嘅污水井地下 B 一層進行機電設備安裝嘅時候，佢嘅衣服為被電鑽纏繞，佢肩頸受傷，昏迷送院搶救，可惜喺晚上證實不治。據了解，事主被發現嘅時候遭到衣服纏頸，涉事嘅鑽機仍然運轉緊。佢嘅同事以工具展開衣服去救出事主。渠務署就話對事件深表難過，並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。勞工處亦都話高度關注事件，處方已經即時派員去到意外現場調查，並已經向有關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，停止喺呢個地盤入邊使用混凝土鑽孔機進行鑽孔工作，直到處方信納有關僱主已經採取適當嘅措施消除有關危害，先至可以復工。